啊，无声，嘿，大家晚安，大家好，晚安啊，各位。对，真的，因为他那个，因为我有用那个计数器，然后那个计数器它只看得懂晚安，所以那个晚上好跟安安它都是看不懂的，哎，所以就是没关系啊。如果你很不想要讲晚安，你只想要讲安安的话，我有看到，我也一样自己手动把它算进去，好不好？大家好，有人今天生日吗？嗨，有人今天生日吗？有人生日的话，可以跟我说。可以干嘛？如果有人生日的话，你们就会知道了。安安，好，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好了。七棍北七好，你好，欢迎，你好，安安欢迎来收看我的海信。这安安欢迎，你有这咯，晚安，你好啊。还有塞卡晚安你好，还有我的妈妈最可爱的晚安你好，一坛绿茶晚安你好，葵雨晚安你好，阿红阿满，沈板晚安你好，雨儿游，我们是第一次见吗？欢迎你来看我。还有阿贤晚安你好，欢迎大家来。哇，完蛋了，才刚开始就这么多吗？现在已经有8个了。好，我等一下就要现场手捏8只装备。好，没有问题。好，那我想一下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的，因为我频道有一个影片系列是那个 Devlog， 就是我有在做一个台文的 RPG Maker 游戏啦，然后就是我把那个制作的过程记录起来，所以有一些人可能有看过的话，就知道我有在试着做一个 RPG Maker 的游戏。嗨神版，你是初见看了思认识我的，是完全初见吗？我们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好像也有看到你，但是因为网路太转了，所以后来你就先离开了，还是我记错啊？我有点不确定。你好，欢迎你来。那太好了，还好我有去思的台，有蹭到流量，好赚。好，反正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我们现在有一个 RPG Maker 游戏，然后对，那想必里面要有一些酷装备，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来做吧。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收集到了8个晚安，所以我就先来做8只装备。等我一下，我怎么好？哇，那个大家就是在说晚安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许愿啦，许愿一下，就是你想要我做武器，还是想要我做盔甲，还是怎么样的都可以。然后感觉今天新朋友好像蛮多的耶，所以就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聊天室还蛮自由的，就是基本上你们想聊什么都可以丢出来聊，尤其是今天这种好像没有特定主题的，就真的欢迎大家想聊什么可以丢出来，想问我什么问题也可以问。好，反正就是这样。做一台波音747，波音747是一种装备吗？你是觉得你平常会把波音747拿起来敲人吗？是这样子吗？好啊，可以啊，我们就做一支武器，它就叫波音747好了。老板你说的算，你是老板，你要什么都可以。坐骑啊，好，我这游戏目前还没有坐骑啦，对，因为我没有装什么模组，所以它里面内建的那个，里面是有内建载具啦。是有那个叫什么飞行船那种酷东西可以用，但我还没有研究怎么用，然后好像对战斗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加成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还特别，嗨，晚安，黑色疯狂，晚安，你好，欢迎你来看我的台，我们是第一次见吗？初见安安。好啦，波音747。我们今天从101号开始，我后面开了50个格子，不知道会收集到多少晚安啊！反正101之后的呢，都是我们今天这个特别节目捏出来的武器会在这啊，9个了吗？这样就9个晚安了。装备有坐骑吗？目前没有呢。好，不然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目前可以有的装备有哪些？跟大家说明一下。嗨，神圣晚安，你好，欢迎。目前可以有的装备
我们直接看它预设的好了，因为它一开始会有一些预设的可以直接套。那它预设的就是有剑，对，然后它还可以选分类哦。这个分类的差别是那个不同的职业可以装的武器不一样。像剑士的话，就能装那个剑跟匕首，然后那个叫什么？我们这个游戏的取名比较特别啦，啊，剑书就是可以装那个剑跟匕首，然后巫书目前还没有巫书的角色，但是巫书的话就差不多是格斗家，然后它可以装流星锤。还有手套跟爪子这种东西。哎，晚安晚安，嗨，绿茶晚安。可以做白沙屯抬轿班的黄衣勇制服吗？因为这个目前这个游戏比较阳春啦，然后它的装备就是一个小小的 icon， 小小的示意图，所以不会有那个整个装备的图片在里面。但是要的话也是可以，然后就只有文字叙述这样子。黄衣勇制服是不是？好。黄衣勇制服，马上做，马上做。好啊，刚刚讲到武器嘛，反正武器分很多种啦，就是匕首、剑、流星锤、斧头、鞭子好像还没有在用。然后那叫什么？棒棒 ，staff 就是那个啊，不是员工哦 ，staff 不是员工哦 ，staff 是那个拐杖吗？还有魔杖啊，对，杖啦，杖，对。然后什么弓，十字弓。枪哦，目前也没有拿枪的角色。好，然后就是那个抓子、手套跟枪，就是长枪的枪。这波赶快哈，这个是枪，这个是那个枪，就是 biang biang 的那个枪啊，这个是长枪的枪啊，不一样。好，不对 ，spear 是矛还是枪啊？是不是其实不太一样啊？好，反正大家大概知道就好。那，然后再来就是装甲啦。嗨，神隐者晚安，欢迎你来，欢迎。枪哦，读做枪哦啊，这是枪，这是枪，无同款。枪你想要一个员工？你想要一个员工是什么意思？你想要一个武器叫员工吗？啊 ，spear 是矛哦，spear 是矛 ，lance 才是枪嘛，好像不一样对，好像不一样。虽然我英文也没有到很好。神隐者来打个招呼，晚点看补档。好感谢补档。那就先去忙，晚点再来看。啊，记得来呢。好啊，不，反正装甲就是没什么好讲的，就是防御性质的装甲，然后盾牌，然后你可以戴帽子，然后还有饰品类的，饰品类就是这个秋季哈，不是秋战哦，不是那个手指哦，是戒指哦，只是因为这个游戏我们目前是做台文版的，所以是写台文哈。秋季是戒指。不是秋金桃啊，不是把那个手指挂在身上，感觉好像怪怪的。反正刚刚说到这个嘛，刚刚说要黄色勇制服，好啦，马上捏一个啦。嗨，虎爸晚安，你好，欢迎你来看我做游戏。就是也没有很厉害，但做一下。黄色勇制服怎么听起来好像会增强他的魔法攻击或者魔法防御啊？嗨，秋叶风晚安，欢迎你来看我你好啊，我们今天在玩 RPG Maker， 这是个非常好玩的游戏。什么？这下 UB 的 UB 是什么意思 ？UB 是什么意思啊？UB 啊，好，刚刚还在那个把手指挂在身上的话题是不是？把手指当装饰品的话题是不是？你觉得会写程式做游戏很厉害，我也觉得。但是 RPG Maker 它比较简化，所以不用真的很会写程式，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做了。所以我以前是自己用 Unity 摸啦，摸一摸也没有摸出来啦，就是目标太大，有时候会做不出来，所以我就跑来玩 RPG Maker 玩一下，做给大家看啊，还是很厉害吗？谢谢，是你们甘嫌。也是厉害吗？也还好啦，就是不是就是想做，然后就会自找麻烦，你知道吗？就是逼自己做，然后就会把自己弄到没时间睡觉。不是，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好，黄色勇制服，色拥挤后，这样讲吗？会当好利用，哇！好棒的描述，会当好利用，
然后坐等我的游戏吗？好，没问题。应该过几天会再出一支 devlog， 然后就是会有比较多新的进度啊，到时候就会把那个下载连结放在说明栏。就是你有订阅我的 YouTube 的话，就不应该就如果你有打开小铃铛，你应该就不会错过。啊，如果你怕错过，你就去打开小铃铛吧。好，给当好利用。好利波比，好利波比，好。我们就增加，不是加攻击，我们要加的是奇怪，对，魔攻，好，加魔攻魔防，好，卖贵一点好了，250，耶，有开铃铛，谢谢，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完蛋，我已经开始觉得今天要做很多东西，已经有14个晚安，我现在才做了第一个装备，虽然也才开始10来分钟啦，好。惊错过，搁惊什么？小羊啊？什么意思？嗨，香菜晚安，你好，欢迎。你喜欢吃香菜吗？好烂的打招呼。15个晚安了。好，等一下，我想要先带大家看一个东西。你被推荐来订阅哦，这么好，谁推荐你的？DC 也可以加，有兴趣玩的话，还有频道可以讨论游戏攻略。哦，对，我的说明栏有我的 DC， 然后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加进去，可以在那边聊天。对，然后这个游戏已经有出第一个版本了，就是我们就是滚动式的在慢慢出这个游戏。然后对，就是有加我 DC 的话，可以去下载目前的第一个版本。那我现在想要带大家来偷看的是我们那个新版本里面想要更新的东西。今天有来看直播的人才有看到哦，这是特别的啊！这个我忘记，这 debug 的时候放的啊，不对，没有，这个要留在这，啊，没事。阿慧原本是预计会有几个晚安，我原本想说，我没有想到10来分钟就来了15个啦。我原本是想说，可能过2个小时，可能开2个小时，大概收到20、30个。但是才刚开播就10几个，我开始有点怕了，开始有点担心了。嗨，小蛮腰晚安，你好，欢迎。刀枪剑戟棍棒，完了，有一些字我不会念呢，好多字我不会念哦。但是我目前这个游戏没有设计那么复杂，所以里面存在的那个武器的类别没有那么多。香奈儿晚安，欢迎你好，晚安，感谢你来。我现在压力有点大，惊伤侪人看的 VTuber， 真正的呢，从来捌听过有这种人。他有 VTuber 嫌讲伤侪人看的。来，新东西，我这里加了一个往下的楼梯。然后这里就会有那个18层的，不是地狱哈，不是18层地狱，是18层的迷宫吧，算迷宫。对，然后每一层都会有一个 BOSS 这样子。然后这个迷宫啊，不小心触发战斗了，我先来先逃。然后就是每一层会有 BOSS， 然后就是你往深处走的话，就可能可以在探险里面找到一些特别的装备，有一些装备是买不到的，要在这个地层里面找才会有。对，然后就是门会上锁的，射起来我们只要射死的位，那其实就是要去打 BOSS 才能拿到钥匙。然后你打 BOSS 拿到钥匙之后，就可以去下一层这样子。那居然不打吗？那是留给你们打的，所以我就不示范了，好不好？而且我现在刚开一次新的档案，才2个1等的，是要打什么？正常游玩的流程是你要在前面练等啦，然后你触发一些事件会有第3个跟第4个伙伴那之后再来打这个18层的，那之后再来打这个18层的挑战啊，不然会膝盖做凄惨没？嗨，神优晚安，你好。对，没错，来做简单的游戏制作，就其实就主要是好玩啦，没有到很强，对，但是就是爱做，然后就是爱做给大家看，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玩。那边有一只可爱的狗狗，
我要来看看这只狗狗。狗狗，我怎么突然在学这个啊？为什么？这类型的游戏好像有玩过，类似的色色游戏也有啊。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几年前啊，不是有那个吗？沉默的小镇，大家应该听过沉默的小镇吧？沉默的小镇也是那个 RPG Maker 做出来的游戏啊。然后我记得在大概也差不多那个时期，虽然现在也还是有，但是就是用 RPG Maker 做出来的游戏还蛮受欢迎的，因为很多人就是自己有兴趣做嘛，做出来他也没有收钱，然后就发布在网络上给大家可以下载来玩，对，所以就是其实蛮有趣的啊。你看过比较多个，你就知道啊，就是 RPG Maker 游戏就是长这样，你就知道有这种东西。青鬼敢是好像吧，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人会用这个做恐怖游戏。魔女之家也蛮经典的、啊，魔女之家应该也蛮经典的吧？魔女之家也是那个 RPG Maker 做的游戏，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装比较多模组，或是你的美术素材自己弄漂亮一点的话，就是看起来也蛮，就也不会跟大家一样，就看起来也蛮酷的。所以就是大家有兴趣做游戏，可以从这个开始试水温啦。这个我觉得，因为我用 Unity 摸索过，所以我感觉得出来，这个真的简化很多。只是大家想要试试看的朋友，蛮推荐的，蛮推荐可以去试试看 RPG Maker。然后这个在 Steam 上面就可以买得到哦，所以它显然是一种游戏，没有问题。看医生游戏，对啊，好经典的台词，救命！主播瞬间要600了，什么意思？600定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真是我的荣幸，我赶快来看一下。哇，真的假的？真的快600了 ！Oh my god！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沉默小镇是 RPG Maker 2的 K3 嘛？我对那个版本没有研究。对啊，我自己现在用的是 MZ， 因为好像是最新的。我也懒得摸什么 plugin， 就听说如果你有想要装一些 plugin 的话 ，MZ 比较新，所以可以用的 plugin 比较少。Steam 是一个收集游戏的游戏，不对，游戏都已经买啊，现在都要拍开来算啊，我都已经付钱啊，我现在都要算。嗨胡，晚安，你好，晚安，欢迎你来。我现在有19只装备要做，好紧张啊！刚才已经做1只了，有一些人可能刚刚没看到，先给你们看。有人许愿的，也没有许愿，他只是提到，我就把它做出来。黄色永字符，我们会增加魔功、武功这样子。嗨，伊利，晚安啊！打暗安的话，我这个计数器应该那个算不到，就是我这个计数器它只看得懂晚安。所以如果你们打暗安或是晚上好或是其他语言的话，应该是看不懂的。对，不好意思，就麻烦有想要增加武器的，对，有想要增加那个装备数量的朋友，帮我要就是补一个晚安这样子。越来越多人装备更多，没错。我今天预计上限是100个啦，因为我今天就开了那个多开了 slots， 怎么讲啊？多开了那个槽，就是可以多50个的防具这样子，然后再多50个武器这样子。如果100个满了还要更多，我就真的没办法哦，不会变耐久台哦，做不到哦。我们最多就100个，不能再多了，好不好？有可能吗？有可能100个吗？有这么爽的吗？有的话还真是我的荣幸。哇，600订了！哇，突然就600订了，谢谢大家，我爱大家，谢谢。昨晚小神晚安，嗨，你好，晚安。你也是差点要用平常的夜安，对，太习惯了。晚安，那直接叫他应该是晚安，小晚安，是不是要先推荐其他人来晚安加订阅？也可以啊，当然有愿意帮我加订阅，当然是拍谁大哥，当然是非常欢迎啊。早安台耐久直接变早安台吗？不行啦，体力没体力没遐好，耶！600订阅了，喂！谢谢大家，好期待1000订，谢谢大家的恭喜。嗨，九霄公主晚安，欢迎你来看。过600恭喜，女仆新衣装来吧，很贵，没有钱。新衣装很贵，目前还没办法，不是至少也要6万订吧？至少也要6万订才有办法伪新衣装吧？不对耶！嗨，吉子是颗橘子哦，念得好顺哦，我好厉害。吉子是颗橘子，晚安，你好，欢迎。
完蛋，我们现在有做不完的装备了，然后我现在还在这边拉赛。Hi Fox Squad， 晚安，你好，欢迎你来，好酷的名字哦。目标远大，总有一天。哇，被推荐来，谢谢大家推荐，我现在好多订阅，好开心，同阶也变高了，太爽了。什么？你看到家务女仆？你看到家务妹豆啊？点进来不？点进来发现没有，是个绿色的人。是个绿色的人是怎样？好不会描述，是个薄荷巧克力冰淇淋。看到家务妹豆，哪赛就是重点对，哪赛就是重点。这 game 是纯刷做的。谢谢神版，到处帮我找人来看。我现在难道真的终于要成为大伟 VTuber 了吗？我就是哦，真的吗？加胖，谢谢。我知道，真正的女仆就算没有穿女仆装，也是可以浑身散发出那个女仆气息，是这样子，对吗？什么？你刚刚欧德阿兄，我套先欧德阿兄，我哪有那么我没有那种威严，好不好？不要乱讲。我顶多就是那个七头啊而已，我顶多是那种细汉的小咖。火蛇的台语好的哦，有样没样，就是有努力练啊，所以对啊。其实我之前很久以前，我还是宝箱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变成人的时候，我开台是讲台语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就是有强迫自己练习到啦，所以台语应该是蛮溜的。可是我只讲台语，好像就发现蛮多人可能听不懂，就不会来看。所以我现在就是都用，都用。穿新衣装就是衣里该了吧？什么衣里也要新衣装吗？真的假的？哎呦！感谢支持，感谢赞助，这钱我提去买单咯，还不知道要买什么，但是先感谢。那个字太小了，我赶快来看一下是谁抖的，等我一下。我的绿界登录过期了。哇，感谢我的猫猫最可爱的，又抖600，好狠。谢谢600订阅，恭喜！女仆会有武器变强的魔法吗？抖了就有，听起来超爱练财是怎样？抖了就一定有，好不好？抖了就一定会念变强魔法。阮家甚至会使转台语哦，是，那真正要转台语是会使的，因为我之前有开一个 game， 就是有迄个叫做啥洗钱，有开那个洗钱模拟器，还有平常会玩 Minecraft 的时候都是全台语的，所以有喜欢看全台语玩电动的话，就是可以看我玩电动。抖了就要大声念出来，好，一定，不然我们等一下就下一把先做猫猫的武器，马上来做猫猫的武器，我们来。是说我贴这个键是要干嘛的？其实是给我参考的，看一下那个原本最普通的键的数据啊！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些细节，是不是？好，来，猫猫的武器想必是猫剑，鸟咪剑猫咪剑是怎样？猫咪剑就是长得像猫的剑。好，长得像猫的剑。鸟不是鸟不鸟，哇，不会打字。鸟咪廖培亚吗？好像不错哦。我们应该改成爪子，改成爪子好了。鸟咪。这是讲晚安的，使下元武器还是爱豆呢？讲晚安就可以许愿了。但是那个要那个变强的魔法，要让女仆火蛇念那个武器变强的魔法，就要抖内，好不好？阿慧的输入法是对接，你可能需要这个候选字。我用的是一团，不是一团。我用的是一传输入法，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再继续贩售了，所以蛮可惜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有继续卖了。如果他还有在卖的话，我是超级推荐，因为真的很好用，真的非常好用。猫咪真贱，是真贱，对，猫咪有时候就是手贱，真的会。你要下关节上面大太多好，我们先来解决这个猫咪
干袂当讲鸟啊，应该算鸟啊，猫咪的鸟啊，毋是为猫咪身躯顶跳落来吼，没有虐待动物，没有虐待动物。不会打字的，身躯顶跳了，不是从猫咪身上拆下来的，不要紧张。免欢乐，好。它应该算爪子嘛？好，听起来这个武器会有肉球是吗？好，蛮可爱的。豆腐没有，就说不是从猫咪身上拆下来的。火蛇主播会做隐藏彩蛋吗？有啊，之前那个版本就有一个隐藏彩蛋哦。那个隐藏彩蛋是因为如大家所知，我是一个宝箱怪。然后那时候第一次开 RPG Maker 的时候，开在 Twitch 哈，所以大家 YouTube 看不到。那个在我突然不会讲话，在那时候开台的时候，有放那个绿色的宝箱怪当敌人，然后就有人问说，可不可以让那个宝箱怪可以收编到队伍里？然后后来就有做一个彩蛋是可以，但是怎么做呢？你们要自己发挥你们对火蛇的理解去想想办法。就是对，有彩蛋哦。好，它卖多少啊？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数据要多少稍微强一点。有人说打下去会回血吗？谁要这种武器啊？打下去是敌人会回血吗？因为猫咪肉球太可爱了。你有事离席一下，回来再看你的武器猫猫爪。那你等一下回来要跟我讲，你等一下回来跟我讲，我才可以念那个女仆变强的魔法给你听。那你等一下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一下。太久没做武器了，我看一下怎么样可以打下去回血啊。喂它吃薄荷牙膏就会有队友。我觉得你想的方向有点对哦。如果你知道火蛇很喜欢吃什么还是喝什么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收编宝箱怪咯。但是不是牙膏，也不是薄荷巧克力冰淇淋，不是。大家那个可以去我的 DC 里面讨论哦。好，认真看一下，打下去。我怎么让他打下去会回血啊？没有在喝酒，不是龙舌兰酒。Element rate 这个吗？不是。不是。先揍我一顿是怎样？高档车是什么？你是要水电冰淇淋？水电冰淇淋嘛袂歹啊。你是讲水电？你是讲水电还是水酥？瑞士巧克力应该是水酥呢，对不？水电是水电，水酥是水酥。高档车是咖啡哦。咖啡啊。谢谢，真的真的真的看一下哦。思思不在台湾，怨念露出来了这样子吗？所以我是备胎，不是这样讲。瑞典人震怒，不至于吧？这应该还好吧？等一下哦，全套OK， 好。那他可以打2下好了。我应该有设定对吧？赶快看一下。不对耶，太久没搞了。Attack times +1，好。我想让他可以挥2拳。偷臭，谁偷臭？谁在偷臭？好，我想想哦，猫爪可以干嘛？火蛇感觉很会什么啊？感觉被猫抓会流血啦。对啦，被猫抓会流血啦。那我们应该让它，add state。对啦，打下去会流血啦。根本咖啡了，游玩的动车。
那叫什么、啊？哎，马德西咖啡哦，是什么？曼特宁咖啡吗？是这样子吗？被猫抓会流血，会不会附加撕裂伤的效果？应该蛮类似的。我目前的异常状态跟大家介绍一下，有这个西蒙死掉哈，中毒，中毒就是中毒，还有青霉、裂光、困气、老火、麻痹，还有晕。哦，曼士德咖啡，马西德咖啡啊，先来个爱心特效吗？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啊？达缺流血，但是我们需要100%嘛，我们80好了，80%。太棒了，我们有第一支武器了，打下去会被抓到流血的猫爪。好，哦对，爱心特效，我看一下。啊，在这里。刚是很准的很，刚吉吉啊，对啊，就是会晕啊，晕眩啊，嗨0287，嗨，晚安，安安。如果你打晚安2个字的话，我的晚安计数器就会多加一个，我就得要多做一支武器哦。你可以看要不要？青梅爱死，真的这么爱啊？很准比死更较艰苦，哎，对啊，很经典的。我们来看有没有爱心，看猫爪打下去有没有爱心特效，看看有什么爱心哦，它不能直接搜寻呢，有够不方便的。要吗？可以啊，这是你的权益啊！公主450的，恭喜九霄公主450。哦，好多特效哦。这也不算爱心吼。奇怪，应该有啊。我记得。预设的技能里面有魅惑，那个应该要是爱心的特效吧？但你想看猫爪？猫爪等一下就有了，快捏好了。就是 RPG Maker 我做的比较简陋一点，所以它是文字叙述，它不会每一个装备都有专属的图，这个就有点没办法。Flash Body Slam。这个啊，好像也不太一样哎。海战真的没有爱心，好像没有哎。我看一下哦，它的魅惑在哪？一直很好奇大家都怎么做出来的，哎，是蛮有趣，就是学会之后觉得真的是蛮好玩的。啊，等一下，它的animation 在这里啊，它魅惑是用这个哎，好吧，那我们没有爱心了，我们没有爱心可以用，这个有接近吗？有接近爱心的感觉吗？虽然它原本是花粉啊，它是 Poland 是花粉，但是啊，哪个比较像猫爪？哎，这个好像比较像哎。它这个好像蛮像的，有那个3条，有没有像猫爪的那个爪痕？就这个好了啦，我觉得这个蛮像猫爪的。好，太好了，我们现在有2只装备了，我们还有23只。火蛇都这样，什么意思？我怎么了？我又乱讲话。好，我们可以到下一只装备。有人许愿什么吗？有要那个太刀嘛？好，太刀。目前没有。哇，你要让我加班？完了！谢谢九霄公主的晚安，我又有多一只装备要做了，谢谢你。没关系，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那也是没办法。好，那我们太刀算剑吗？太刀可以算剑吗？我没有刀这个分类耶。对啊，太刀肯定是支持我加班是吗？应该吧，还蛮接近剑的哈，应该可以哈。
大机。你要去放松一下，完蛋！我要加班加到吐哦！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喂！好，做大机的写的比较随便，之后再来改。感觉这个用的材料比较多，因为很大一只，所以可以卖比较贵吧？应该是没问题。哪个好？好，一样还是先这个。然后感觉攻击力应该蛮高的吧？给个30不过分，但是因为很大只，是不是应该行动要慢一点？Speed， 这样应该会减慢吧？给它减个20，也许。哎呀，就大机啊，没嘞，不就是很大只吗？我是不太懂武器啦，其实。大太刀。对啊，就大机呢，很长哎。好，没关系，反正那个平衡是另一回事。之后我自己测一测平衡会再改，但是方向大概是这样子。这是一个这是一支很大很重，所以挥起来比较慢，但是攻击力很高的武器。应该没问题。还是我应该直接扣那个直接扣敏捷就好啦。只要你装了这支武器，你的敏捷就会直接变低，因为它太重了。好，感觉没问题，太好了。等一下，我们现在几只啊？我好像需要自己记一下。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好，我们现在我记一下，26支武器，然后做3个了，不是武器，26个装备，我们现在做3个了。好，什么大机的 VTuber 的装备，你是讲大尾的 VTuber， 大尾 VTuber 才能装的装备是吗？目前没有 VTuber 这个职业。有等一下，这个字蛮小，大家看得到吗？不要乱看，不要乱看。那个也是隐藏彩蛋啊，之后有机会大家玩的时候才会慢慢去发现它。好啦，还有人要许愿吗？还有人要许愿那个想要什么武器，还是想要什么装备啊？没有的话，我就自己发挥咯。没有的话，我就自己看着办啊。好，我发现这个游戏好像还没有匕首匕首台语怎么讲啊？我看一下，匕首。你想要仙女棒效果的魔杖，好。等一下，我先做仙女棒效果的魔杖好了。仙女棒效果感觉会烧到人是什么？炎上魔法棒，好棒的名字。好棒的名字，好，然后这个也是参考用的，把它放旁边。炎上魔法棒，好，笑字个想等，笑字是什么？仙女棒效果的猫猫魔杖也是要猫猫吗？好，那就叫它猫。好，炎上魔法棒好杖，那就炎上魔法杖好了。互人烧起来。好，会让人烧起来的魔法棒，太棒了。然后我们要给它火焰特效吧，像这样吗？还是像这样？看哪个比较像？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像这个好像比较像仙女棒或魔法棒就这个好了。互人写错字，互人烧起来会让人烧起来的魔法棒。然后我看一下
被打到会啊，现在还没有烧起来的那个，还没有烧起来的异常状态，我马上来。状态好，这个叫德惠啊，德惠。效果使人口误，造成炎上。那感觉是烧自己耶，感觉是装这个装备的人烧自己耶，真的假的？什么燃烧不行哦？有，我要来加那个燃烧效果。对，燃烧，哦，要烧多久？烧几回合？大家通常延上会多久忘记啊？好像也没多久1个月到2个月，是这样子吗？好，这样子延上烧起来，第二会，然后好啦，战斗完就自动移除，然后烧到的时候要说什么？爱情烧到底才会开始烧到别人，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不要啦，先烧自己，然后再把它延烧给别人吗？这样子好自虐哦，太疯狂了。打错字会自燃，还有这游戏没有打字成分。燃烧吧这些刁民，没有要烧观众，不要紧张。好，被烧的时候会说谁烧起来啊，烧起来啊。好，然后。要咧烧，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太老了，现在已经没有再这样讲了吧？烧完要说什么？灭火哦，已经灭火啊，还是什么？已经灭火啊。先这样好了，我想到更好了，再改它。好，然后嘞，好，怎么给伤害？哦，直接这样子吗？好，哇，这游戏好有趣哦！给伤害的方式是回血，但是回复的。在哪里啊？我直接抠来用好了啦。好。每回合要烧掉多少？15吗？好多哦！每回合直接扣15%生命哦，好像也行好，就先这样好了。烧完就说旁共拱都喝线，好，我喜欢。就说谁行好啊，旁共拱都喝线。太棒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魔法棒，被打到会延上魔法棒，绝对会延上，100%着火，怎么样啊？不错吧？100%着火的魔法棒。逆向咖喱道场，咖喱道场是什么？想想，好，我们就这样子。我现在想的是，因为这样的话变成那个，好，没关系，细节我们先不管。现在就是你拿这根棒子敲人，它就会烧起来。然后给它加魔攻应该没问题就先这样子，好，又完成1只了，太棒了！我们完成4只，哇，好，我发现我的灵感也不是取之不尽的对，匕首，对，刚刚讲到匕首，想起来了，我们来做1只匕首，来看看字典说什么。火星的
护身的刀吗？嗨，欧拉夫，爸。如果你想要让我加班多做一支武器的话，你就可以打晚安2个字，我就必须多做一支武器哦。我现在感觉我应该是没办法太早下播了，完蛋。有说 B 秀直接讲 B 秀，修的秀，真的假的？我们要用哪一个不然就修的 B 秀好 B 秀。哇，那盗贼团是不是一种 B 秀集团？B 秀跟 B 秀无同哦，不是 B 秀集团哦，是 B 秀集团。好了，又在乱讲话，想做多少做多少，谢谢爸爸的早安。会不会等一下在我那个准备开开心心下播的瞬间打晚安2个字啊？应该没那么坏吧？应该只有我这么坏吧？没练更新来就不会安股啊！对，昨天因为本来要喝2罐红牛，但是没办法，那样喝好像没办法，就是身体会受不了，所以我另外1罐粉红口味的留到今天才喝，然后忘记跟大家分享它的味道了。它打开闻起来没有那么，因为昨天喝原味红牛，然后打开的时候闻起来它维他命的味道超重的，还蛮像维大利的，对，但是那个粉红色的莓果口味开起来就是一个莓果香精的味道，反而没有闻到很多维他命味。然后喝起来有点酸，喝太大口的时候会直接咳出来，就给大家参考。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蛮好喝的，比原味的更喜欢一点。他们的首领是不是会积雷的正火神通，人称点灰王？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对，我知道，太棒了！大家有听过《点灰龙》这首歌吗？《点灰龙》这首歌里面介绍了很多听起来超酷的电器，大家可以去找它的歌词来听。然后我突然要唱，突然不会，等一下我就把那些电器做成几支武器好了啦。有什么？好，没关系，等一下再来偷唱一段，等一下偷唱一段就知道有什么电器可以用。好啦，匕首对不对？匕首，我们先来个基本款的。匕首，是这个手吗？是这个手。等会我们被杠死是真正有影。对，不是，我要怎么描述匕首？匕首是什么？塞基德啊，这样讲有对吗？塞基德啊，不是爹啦。塞基德啊，等会我们被杠死是真正有影。特效感觉用这个蛮合理的，然后我觉得攻击力应该会比剑低吧，所以我们给它，等一下400好像有点贵卖个250，然后攻击力给它调低一点，感觉5点就可以了，但感觉是速度比较快的武器嘛，速度比较快的武器，所以应该给它比短剑比短剑跟短刀更短，跟飞刀差不多长的防身或暗杀用刀具。我们要讲这么详细吗？好啊，塞基德啊，暗杀的时阵会当用，暗杀的时阵就好用。好，然后不知道感觉比较轻的东西嘛，所以好像可以加敏捷，是这样子吗？然后我不知道感觉在这种速度最快嘛，好，有道理，速度最快，我们给它加爆好不好？应该加在攻击速度上，攻击速度 attack speed 给它加，它可以小数点哦，不行啊，为什么要小数点啊？它可以小数点哦，真的假的？敏捷可以小数点，哇，我第一次知道。好，我想想加到很超过吗？让它很快好了，就让它很快好了。然后呢，
不会超过30公分的双刃短剑。OK， 真实的诅咒武器破伤风之刃，有，我本来有想要做破伤风，我本来想要做一个异常状态叫做破伤风，然后大家知道破伤风那个很严重的时候是那个你的那叫什么？破伤风的英文叫 lockjaw， 然后它的意思是你的那个下颚打不开，就是你嘴巴没办法张开。然后我原本想要做那个一个异常状态叫破伤风，它的效果是那个得到破伤风的敌人没有办法使用咬这个技能，因为这游戏里面有狗跟狼，他们会用咬的。然后原本想说破伤风的效果，那就是不能咬吧，因为打不开。对，可是我没有装 plugin 的话做不出这个，所以就没有这样做。对，毒吗？感觉普通匕首跟毒匕首会是分开的。我想一下，也可以给什么效果？给暴击率吗？给它暴击率吗？就是如果我觉得暴击率概念就是，如果你暗杀很成功的话，你那个就是刺中要害，然后就会造成非常大量的伤害，有没有？听起来应该蛮合理吧？所以我们给它加暴击率好了。暴击率在哪 ？Parameter 是这里吗？对，是这里。Critical rate， 暴击率给它加个30会太多吗？有点多好像30有点多基本款的匕首加个18怎么样？加个18。好，基本匕首，我们现在有普通的匕首了。啊，对，它既然很普通，我们就要讲清楚。普通的匕首，好。什么？勇者那张 GIF 是哪一张啊？好，普通匕首 ，OK。然后我们来一个有毒的匕首，有毒啊，不是有毒的匕首，射击刀啊，佮有抹毒。哇的，好，这个感觉比普通的更好用，所以暗杀的时阵真正足好用啊！就是那个嘛，这是一支有毒的匕首，然后就然后就数掉了。好，那我们一样暴击率不改它，然后卖贵一点，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然后攻击力差不多差不多好了，给它痛一点好了，7点好了，然后被刺到一定会中毒，怎么样啊？好像蛮强的啊。舔的声音，塔斯卡鲁，你再想想，你如果觉得很赞，你可以剪精华，谢谢。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剪自己的精华，都在接委托剪别人的精华，我都没有剪自己的。有需要的话，有喜欢的段落可以帮我剪哦。或是可以丢绿界委托陈火蛇帮我剪精华，谢谢大家。那个真的很经典那张梗图真的是蛮经典的哇，水到了，我们从那个匕首基本款拿出来直接改成有毒匕首，好方便。现改就又来一支，好赞。好，我们再一个更高级的匕首吧，还可以怎么更高级？不知道暗杀架好像听起来不错哦，不要气 K， 不是气 K 吗？还是它的那个里面没有？我现在找一下，必中毒很 OK 吧？对啊，你都刺中，都已经刺中了，除非它能解毒，或是我买到假货，太坏了吧 ？Assassin。气 K 对啊，气 K 有收气 K， 好。持续读写的匕首，哇，那我是不是还要再出一个新的异常状态，叫做比一般的毒更强？好像可以耶。好，马上。好，来一支更卡毒的匕首。什么？阿沙星，我喜欢，下一支就是这个了。阿沙星的匕首，
哇，有锯齿的匕首听起来超痛的。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异常状态。新的异常状态在哪里？在这里，比普通的毒还毒。哇，异常状态不够用了。好，中毒。哎，没什么创意啊，就是猛毒啊，冰毒。然后那就扣20%生命吧。异常状态贫穷，那才不异常嘞，那很正常好不好？贫穷才是常态啊，贫穷才是常态啊，有钱才是异常状态吧？不异常，不异常，不异常，那非常正常好不好？啊，猛毒。2000那像作毒的。好啊，好。游戏都要穷吗？没有，这个游戏很慷慨的，你只要一直打怪，它就一直掉钱，所以没事，不用怕穷，好不好？看过最要求的匕首是潜水员的短刀，刀柄可以放压缩气体罐，真的假的？好酷哦！刺下去按下按钮会把气体从伤口灌下去，把对方内脏挤爆，拿来驱赶鲨鱼用的。好可怕，这超可怕，超可怕！几率女神的匕首要不要参考一下？几率女神是什么？是游戏吗？我好像没有玩过耶。看两眼，几率女神，几率女神。纪律女神是谁啊？剑气吗？剑气的气是压缩气体罐的气吗？真的假的？好像也不能说你错哎，好像也不能说你错呢。那不是剑气，那是气剑吧？有气的剑是气剑吧？有几率没有毒的正常匕首，什么意思？那不就是有几率有毒吗？仅限水下使用，这游戏好像没有。我目前这个游戏里面没有水下环境，哎，啊，可惜。好啦，有毒的匕首，更较毒的匕首，它就会从中毒变成改成给你猛毒。我开了这么多个吗？我刚刚是打错了。我只要40个，变400个，我会笑死！完蛋了，开成400个异常状态了，规模太大了吧？440个异常状态最好是做得完。好，改回来，没事。有几率没有毒，就是有几率有毒。对，是没错，靠几率。那就是买到假货吧？你那个毒药是买到假货吧？没清洁过的肮脏匕首，中毒与否是看捅完上一个人之后过多久，过太久细菌会死。好有道理哦，好有道理哦，真的耶，好聪明。原来是不卫生匕首，我好爱哦，这听起来超好笑的，我要直接拿来用。等一下，有毒的比较毒的匕首应该要更贵吧？然后基础攻击再给它更高一点好了。豪华的匕首除了贵之外，没有其他功能的匕首我喜欢。我们现在是每一只都要捏匕首，是不是？好赞哦！那你知道这个游戏的职业里面根本就没有刺客吗？目前可以拿匕首的职业就只是剑士，因为感觉剑士好像也是可以会用匕首。好啦，今天开完这个台之后，我就必须捏一个新职业叫刺客啦，不然都没有人可以拿匕首。好，来。我喜欢那个单纯豪华，孔金的匕首，孔金的匕首是怎样？跟普通的匕首同款，只是较贵，好赞！只是较贵。我会笑死。
卖个多少？5000块。好，5000块，我们现在有5000块的黄金匕首，没错。我们有没有比较炫炮的？没有没有比较炫炮的图看起来一样看起来根本就没有比较厉害。好，太赞了。真的掉进湖里是拿不回来的好赞哦。好，水到了，水到渠成，不是水到一只装备了，超水的。刚还有什么有趣匕首啊？会灌气的，会灌气的。我想想啊，我想要那个啦，肮脏匕首。我很喜欢肮脏匕首的概念，听起来其实蛮赞的。肮脏匕首，肮脏匕首应该可以卖便宜一点吧？然后就叫做无卫生、无卫生的匕首。捅人怎么讲？突然不会讲，突然台语很不会耶。敢是堵？堵人了后无切过。哦，动哦，用动的哦。好，动人了后无切过的匕首。哦，原来是这样讲。动人了后无切过的匕首，有机会害人中毒。太棒了！脏匕首，来看有没有比较适合脏匕首的特效。应该有吧，毒的那种。毒的，这个。好，就这个。听说有玻璃球，有玻璃球吗？真的，我刚刚没看到，拍谁？因为那个留言跑比较快，我同时看2个画面有点跟不上，所以那个大家有喜欢的，然后我没捡到的，可以帮我，就是帮我再讲一下，我就会注意到。谢谢。好，那这个就是有机会中毒，但是几率低一点吧，来个40怎么样啊？然后他可能攻击没那么强吧，然后。我想一下哦，感觉可以给比较多元的，就是比较多种状态，就是除了毒之外，毒也不止那种嘛。通常游戏里面的毒可能有麻痹的毒，跟那个扣血的毒，我们也给他有机会得不同种类的病好了啦。好，你各有40%的机会可以得2种不同的病，太棒了。好，真是一支完美的匕首。怎么感觉太便宜啊？再给它贵一点。魔法师开大灯的魔法，原来是对向车道攻击吗？好，这感觉是可以给魔法师拿的武器，是不是？好，来一颗玻璃球，玻璃珠，不是，它可以干嘛？它是拿来魔法攻击吗？我想想哦，闪光玻璃球啊，对，刚刚好不容易水到一只，忘记计数量了。好，我们做到9只了，完蛋，做不完。好，那不能算这个呢？完了，没有这个类别，难道我们要为这个新增一个类别叫玻璃球吗？好像也可以，我想想，投掷类吗？这样算投掷类武器吗？快10位数了，真的再努力一点，快10位数了。好吧，是不是得新增一个这专为玻璃珠设计？有什么类别啊？是可以新增一下啦，就是目前有的在哪里啊？Types 这里，我们现在有匕首、剑、流星锤、斧头、鞭子，然后那叫什么魔杖，然后
弓、弩枪、爪子、手套跟矛。好啦，多一点，给他来个玻璃球。啊不，哎，好，好，雉刀吗？这是念雉吗？雉刀是什么？长刀。哦，好酷哦。哦，那什么特性啊？哦，所以它是有点类似于刀跟剃刀，它是类似于刀跟枪之间吗？好像可以做蛮长距离的。哇，没有想过这个方向的武器耶。鞭子该上辣椒了吧？什么意思？鞭子上加辣椒，太刺激了吧？超痛哎！什么高级玩法？我是不懂，我是不太懂啦，这感觉太高级了。好，我们现在有玻璃珠了，太棒了！应该有玻璃珠的 icon 吧？偷喝一下饮料。哎，感觉应该会有玻璃珠啊，在哪里？这个算不算啊？这应该算吧。好，就它。哦，砍马脚的，原来如此。砍马脚的，好，我等一下想一下砍马脚可以怎么呈现，因为这游戏没有坐骑这种东西，那我等一下想一下。好，玻璃珠会当安怎？会当足光，会当足光是啥物？可以发出强光这样子。会当足光，会当啊，可以把人家闪到晕晕的啦。会当人借甲掀起一下。闪瞎你的卡兹兰大眼是什么？什么别恭维？你讲看看，你讲看看会不会被 ban 没关系。欢迎试试看。啊，给他加一点 MP 好了。金穗棒感觉跟流星锤有点重叠，没关系，我们根本也还没做流星锤，不要紧张。没错，这是远光灯攻击，那应该攻击之后可能会让人晕晕的嘛。我们给他，晕，好，40%有点太高了吧，有点太强了。有盾牌了吗？还没做。这游戏就是什么装备都没有，都靠大家，只有那个基本内建的盾牌，哎。好，好，好啦，水晶球应该算一个吧，虽然是玻璃的，根本就不是水晶，水晶太贵了，玻璃就好。穷人家用玻璃球，耶，10位数了，10样了，还不到一半呢，真的，主播真的是在集思广益，真的是直接靠大家，好赞哦。好，我看一下哦。我们要先做哪一个？剃刀吗？好啦，剃刀先来好了。剃刀，这个就不要参考匕首了，参考剑好了。然后有比较像剃刀的图吗？这个感觉怎么有点像？有一点点类似，虽然好像又不太一样但是你们看应该也是蛮小的，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这感觉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吧。那就用这个图好了，然后剃刀，
讲到剃刀，我只会想到剃胡子的那种 razor 的那种剃刀啊。我们来看看他没有收他台语怎么念，好吧？没关系，我再看看。可以砍马脚，会使用来这边怎讲？用来站马卡的刀啊，这算是这敢不算长刀？这算长的吼，用来斩马卡的长刀。然后材料费，对啦，应该就叫拿给拿它，应该就直接照念吼，应该是直接照念。不然先补充一下怎么念好了，然后我再想一下怎么。真假的，在日本是女性常用哦。原来如此，有为什么吗？好好奇哦。嗨，晚安，晚安，你好，这是新朋友吗？好像没有看过你。被酒驾肇事者撞断腿的倒霉人士，支持酒驾唯一死刑。哇，你名字好长。欢迎来看台。我们今天在捏武器。奇怪，你说了晚安，它计数器怎么还没动啊？我是不是应该看一下我的？我的计数器。计数器，我计数器怎么没动？说不定它等一下就会动了。我们等它一下好了。好，感觉这个被打到之后，应该就会行动变慢吧？是这样子吗？还是应该算啊？扫刀，还是让它全体攻击？好像让它全体攻击好像有点道理哦。我怎么让它变全体攻击？哇，那我是不是应该给它挂一个？不对，attack skill。哇，那我应该要挂一个全体攻击给它。等我一下哦，又要制作新东西了。全体攻击，全体攻击。哇，好吧，要做新的。哇，我这游戏做这么久，居然没有全体攻击吗？太烂了吧！怎么做的啊？是因为当初有禁止男性携带，原来如此。然后平民是禁止持有打刀太刀，但是没有禁止剃刀，所以武家妇女跟佛氏僧人会用剃刀防身。原来如此。哦，这个叫什么呢？专体啊，是这样讲吗？专体攻击。做一摆攻击所有的人。所有的敌人好啊，一次攻击所有的敌人，算什么呢？算特技吧。然后 enemy 一次打所有敌人，然后打一次，然后做一摆攻击所有的人。还是我们让他扫下去，就是连自己人都砍，好像蛮合理的吧？好像很有那个横扫的感觉哦。好，我们把它改成扫下去会一次砍所有人好了，连自己人都砍。我真有料，自己讲。我们给它砍下去不稳定一点好了。好，然后，好像不错哦。怎么了？你不喜欢这个设计吗？你觉得这个设计太鸟了吗？不是啊，你就不要有队友，就不会有砍到队友的问题啊。你如果没有队友，就不会砍到自己人了，很合理吧？非常合理。台湾剃刀协会表示什么意思？等一下，有吗？有台湾剃刀协会吗？完蛋了，我直接得罪人家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哦，真的有，真的有台湾剃刀协会，对不起，对不起。好啦，好啦，好啦，我们不要砍自己人了，不要砍自己人，改回去，改回去，改回去。改回去，不敢得罪，不敢得罪。好好好，不，变成只砍自己人了。好好，改回去，只砍所有敌人。好，没事了。延上棒效果大成功，原来是这样。哎，为什么要挂号剃刀？应该是要那他，这样应该对吧？好，哇，只砍自己人很强哎。真的哎，我知道，我的弱点就是我的队友，啪啪啪。好了，我没弱点了，原来是这样吗？攻击给他弱一点好，因为他可以一次砍所有敌人，很强哎。给他减一点敏捷好了，感觉像我们的政客喂。好，太好了，又水一只。11支武器啊，还可以有什么啊？盾牌，我们都还没做盾牌，它算装甲吧？它算 armor。我看一下哦，我们原本的盾牌就是盾牌啊，有分小的、大的啊。有分小盾牌、大盾牌，什么不算？什么东西不算？我知道不算啊，那个原本设的当然不算啊，我们要拿它来改而已，不要紧张。做狗哎，好，我喜欢，太棒了，听起来超赞的。做狗哎，哇，不能这样打，做狗诶，兵牌。兵白，只加1点防御，好烂，超烂，只加1点防御，谁要啊？他甚至只卖2块钱，这是什么东西？2块钱的盾牌，你敢用吗？我觉得蛮有趣的，真正是抓狗的。建议卖用。哦，饮料爱资源回收，哇，超赞的！饮料爱会记得，饮料爱会记得做，爱给你摕去回收啊！好完美的盾牌，我超爱这个抓狗纸糊的盾牌，用完要记得回收哦。好，我觉得口气要更那个。饮料爱给你摕去做资源回收哦。好，太棒了，只加1点防御，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盾牌？太好了，最喜欢做这种不知道在干嘛的武器。好，再来嘞。大的盾吗？大盾就是厚纸板盾牌啊，抓帮者纸板做的盾牌，用抓帮者这个也是用完要记得回收啊，然后它甚至是。Large shield， 它甚至是大盾，是怎样啊？谁会想要这个啊？给它加2点。哇！痛盾牌哦，痛车不够，痛盾牌，真的假的？咪咕的痛盾牌好像也蛮……直接在我的游戏里面放咪咕好像不太好不然我们放个火蛇好了啦。
火蛇的痛盾牌。天哪！不是这两个差在哪？没什么差哎。你想到了，你说，这要改个图啊，应该有个大一点的，对，就是这个。好，我们现在又水了一个盾牌，好烂哦，才加2点，太烂了吧？好，水一个超烂盾牌，这可以卖贵一点吧？用的纸比较多，卖个5块怎么样？好啦，我们给一点尊重啦，就是它很轻，所以是不是应该可以加一点回避率？它很轻，你应该行动快一点，比较可以回避吧？给一点尊重，不多就给2%，就给2%。哇，这个有料哎！看敌人崇拜谁，你就把他画在盾牌上，他就不敢打。真的有这招哎！我记得好像因为古埃及人就是很那叫什么？对猫很尊敬，他们是不能随便杀猫的，所以好像之前是波斯吗？就是跟埃及战争的时候，就前排就是猫，就真的请猫在前排，然后就不敢打，就打不了，然后就赢了。好像还真的有这招。他甚至不是画在盾牌上，他是真的站一排猫在前排，然后就赢了。也确实是有这种方法。但我还没有想过敌人不敢打什么这个我还没想过。这个游戏可能没有做到那么精致啦。之后如果要做什么很精致的游戏的时候，好像可以来这一招好，来个痛盾牌。这上面 Goblin 战术，对啊，真的是蛮会想的，蛮会想方法的呢。对哈，波斯帝国，但我没记错，好像确实有这招嘛。阿慧天兵牌痛盾牌，顶面有画大尾 VTuber。大尾 VTuber 蛋花子，听讲会互你继续好运。来自星星的傻瓜主角也用过这招。来自星星的傻瓜好像没看过那一部，贴个印度神明贴纸在脸上就不敢打，好聪明哦。对啊，对那个比较信仰虔诚的人用这招好像蛮有用的哦。什么？阿慧为阿慧红给供姐，喂，看到阿慧更想打是不是？太过分了吧？是怎样好啦，会让你变好运啊！直接加多少？加50，好像太多了。好，加22啊。然后我们给他一个普通盾牌的防御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的大盾加多少。木头的话加7，铜的加12，给它加个15，好像差不多。装备技能嘲讽太坏了吧？喂，好，没有加回避哦。还有什么好运啊？给他。让他更不容易得一些异常状态，好了，更容易烧起来，太棒了，更容易烧起来。好了，给他抗毒好了。没有，这是直接那个。等一下哦 ，Stage Rate。这个是让我更容易烧对面。好好，就这样。
盾牌图样除了增加敌人恐惧值的图样，也可以有增加敌人怒气的图样，是没错啦，是没错。看到就更不爽，是不是？嗨，鱼蛋晚安，你好，欢迎你来。完蛋，我现在有27个晚安，又要多做一件。嗨，你好，你好。这边加班台，我的天，还是晚安台本来就应该完成加班台，好像是没错，是没错啦，是没错。好，更容易烧起来的盾牌。哦，但是5块钱太便宜了，卖个750好了。好，太棒了！但是我们现在有27只装备要做，好啦，差不多做到一半。现实中，你武器除非保证能打穿盾牌，攻击到对方持盾的手，否则被盾牌挡下来就是破绽了。啊，确实齁。确实，但是游戏里的盾牌就只是防御啦，没有考虑到那么细哦。尤其是 RPG Maker 这种比较阳春的，我们就不会真的太计较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战术这样子。好，想想啊，盾牌也够多了耶，我们再来点武器类的好了。等一下，我要先改一下，它是玻璃珠，然后。它应该要是光的特效吧？光，这个好像不错哎！闪光灯攻击不是远光灯攻击，好，就这个就变雷射光。然后我们的巫术要可以装玻璃珠 ，equip 好。太好了！现在我们的魔法师可以装玻璃珠了。如果换盾纹惹怒敌人，可以提高自己攻击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吗？哇，我们好像有类似嘲讽的异常状态诶，让我看一下。类似嘲讽的异常状态有俩公啊！这游戏的嘲讽是那个只能用普通攻击打敌人，不能做其他行动，好像还行。嘲讽类的，好，来，有谁想要当？没有啦，有谁想要当被那个嘲讽脸？中世纪盾牌真的可以远光灯攻击，是很亮，是不是？不是那个故事好像就有说，那个打赢梅杜莎就是用那个盾牌反射他的脸这样子嘛，他就看到自己的眼睛。好，我想想还有什么武器？手套类的没有很多哎，我想要来个手套类武器吗？手套，哦，普通的这个全套棍特，还可以怎样？大家对全套有什么想法吗？没创意嘞。VTuber 害形容的 tutor， 好，有道理。不知道哪里有道理，先说有道理。饮料的破气太烂了吧？用的 tutor， 会使避免人看到你的手。哦，真的假的？佣兵盾牌有一种设计是盾牌有小孔跟小门，然后装一个油灯，你可以把它打开照光，去照亮道路，或是让敌人刺眼，好酷哦！会使避免人看到你的手。不是，这跟普通的手套差在哪？比较便宜，用了会坏。马血红看得手，不是那种橡胶的吗？然后就是包一个紫色还是蓝色，然后就是马血红看得手，安尼较切克，是想怎样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感觉好烂的手套啊，没有加任何功能，但是一样可以多打一次。会按满，请问这样是要做3个吗？没有，我没有计数器，它不会重复算，一个人最多就是1次。然后他没有那么聪明，他只看得到晚安。如果你打按满或是晚上好的话，就看不懂喽。印度拳剑是什么？好酷哦，这个我没听过哎。我来看看啊，印度拳剑。没看到图哎，我找一下啊。哦，好酷哦，好酷哦，好像刺客教条会出现的，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像。哇，谢谢阿修罗赖把的晚安，我又要多做一只装备了，完蛋了。VTuber 害型型的Shooter，现在在做 VTuber 直播用的手套。我只是想说要做一个手套类的武器，不知道为什么就做了一个 VTuber 直播用手套，没有很厉害，但是可以避免人看到你的手啊，就这样哦，好烂哦。然后甚至那个会让你打不太中，因为它性能不好。什么烂武器，烂透了，什么烂武器？好，但是它很便宜，因为它是橡胶手套，只要30块，30块是不是有点贵啊？5块。好，5块，好多怪武器啊！这怪武器的主要功能也不是让你拿来打架啦，是满足你的收藏癖，有没有道理？让它会掉钱有点困难耶，我看有没有办法做到。你说打到人之后会掉钱吗？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other 吗？可以，几率掉钱可能要装 plugin 才做得到，但是我目前没有 plugin 的状况下，我可以做一个功能是，你做任何战斗，你会拿到2倍的钱，就是你的队伍直接获得一个能力，叫做你拿到的钱变2倍，好强哦，超强的，好像不错哎，可是你知道，通常 VTuber 其实没有很好赚。好，这是隐藏效果，我们就在说明里面就不要写出来了。你们有看直播，今天有看到这场直播的人才知道，没错，就是因为战斗有在直播，所以那个战斗过程会直接多获得1倍的钱。对，大家保密啊，隐藏效果啊。刚刚那是第几只啊？还是第15只吗？好像是齁。好，好累哦，开始很累了。还有12只，还有不，已经28了，还有13只要做。好，再来嘞。再来还要做什么啊？不然我随便啦。你们没有特别许愿的话，我就照自己想到什么加什么。好，看看啊，我们都没有流星锤耶，我们都没有流星锤类的，来个流星锤。当然，我们也是拿现有的先来改。Flail 在哪里啊？有，在这里。更速枪，还没那么好。等一下加个枪啦，虽然我不知道哪些职业可以拿枪哦。好，我只好再新增职业。好，来个流星锤。不知道台语怎么说。好，你不要紧，照我的步 ，OK。我等一下加。Morning Star 吗？打错了。英文有喂但是是不同意思的。好。脸嘎哦，是这样讲吗？是脸嘎吗？赶紧来看看。
哇，不然我找中文流星锤好了。Morning Star 不是流星锤，是晨星，不一样吗？哦啊，它只是武器的名字叫这个啊。我应该直接找 Flare 哦，我应该直接找 Flare 哦。我拼错了吗？哇，那真的没有哦。好吧。高早起，敢是安尼讲？好。晨星哦，真的，晨星是棍子加锤头啊，流星锤是要加铁链的才是流星锤，原来如此。好，我们今天稍微轻松一点，我们先不一定要完全都是正确台文，我们有些可以先用中文放着，我再来想想怎么翻，不然我翻半天，就是你们会看到我一直在那边苦恼，也没有那么好看。我之后再来改一改。不是，它的预设流星锤也太贵了吧？怎么那么贵啊？好，我决定把绿茶的这句话贴起来。它的说明叙述就是这个，在解释它的差别。好，然后它是流星锤，然后哇，就这样，哇，我的猫猫最可爱的回来了，欢迎回来，太好了，你回来了，那我可以那个叫什么？我可以来念把武器变强的魔法了，欢迎回来，好。再带你看一次你的武器，猫咪爪子，猫咪的爪子，鸟咪的条啊，不是为鸟咪顶，不是为鸟咪的身躯顶跳下来，免烦恼。好，然后它会挥两下之后，不，反正它的效果就是挥两下，然后猫咪会把人抓受伤嘛，所以它有可能会让对手流血，而且还蛮有可能的，有80%。然后它的动画是这个。那个有3道光，长得很像猫咪爪子。对，好，那我们就来念那个把武器变强的魔法吧。moi Q， 对不起，也没什么创意，我们就从经典款的魔法开始。有特别想要我念什么样的魔法，你们可以在聊天室打给我。然后如果我不想念的话，只要随便给我一点钱，我就会念了，就是这么容易。谢谢大家。希望我家人没听到，他说不定在门外偷听，我就算了，那是他赚到。好，我们刚到哪？我们刚到流星锤啊，流星锤。好，好，流星锤感觉直接照抄预设的不能算一只耶，但是我们确实是需要一只普通的，我们先来一只普通的，不对。普通的就应该取代这里啊，取代我又忘记它在哪里了。这里好，取代它。好，然后我们再有一个特别一点的流星锤，叫做绿茶口味流星锤，太棒了！我们又可以做一系列的绿茶味绿茶口味的流星锤。好。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流星锤，不是，它可以干嘛？它可以绿茶会促进肠胃蠕动，感觉会让你身体变健康，是不是应该会回血？是这样子吗？怎样？Hit rate 不是这个，这样子吗？这样会吸血吗？这样会吸血吗？你可以打到敌人出死吗？太恶了吧！你要这样子吗？你确定要这样子吗？真的吗？不要吧，不好吧？那感觉就只有单纯负面效果就是你会沾到而已，没有其他任何好处。好，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吸血效果不然我们来测试一下。怎么测试呢？
Battle Test， 原来绿茶是这种角色。对啊，好可怕哦，是怎样？我们改一下技名，然后给他拿一个绿茶口味流星锤，我们来看会不会吸血。OK， 试一下，试一下。负面状态初始，不是那个初始喂。好，大家先空过。好，我们拿那个流星锤的那个谁的那个骑兵已经受伤了，我们看打下去会不会回血？有吗？有回血吗？怎么好像没有？我看看哦，这样打下去不会回血啊？这绿茶有加糖吗？应该是没有。这样不会回血啊？哦，神版先去打游戏，晚点再补，好，没问题。哇，等一下，我可能要专心看一下，他们有战斗记录可以看。没有回血，对不对？好，那我想一下，不然我们给一点别的效果。我们给他，是这个啦，应该是这个才会让他每回合回血。我们来试试看。不要紧张，现在已经没有让你初始了，我们已经改设定了，好不好？等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要先 apply 啊？好，重开一次。好希望这次会成功。怎么办？水快喝完了。猫猫问现在做到第几支武器？这是第16支，做不完了。吹看。有，他回合开始有回血，好 ，OK， 就这样，好，好像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好，耶，16只，然后我现在才想起来啦，我们刚刚说要做那个。点灰瓮里面出现的那些武器啦，不是武器，出现的那些电器啦，赶快来看一下点灰瓮的歌词。我很期待的点灰瓮系列武器耶，一定要先做一下。厝内其实唔免坐歹当故事啊，变做伙有诶无诶，我拢知影要为倒位吹。哪一段啊？哪一段？点火用电火看到电火，唔知要安怎点？点刀啊，点衣啊，点毒啊，你拢无看过。好，所以我们先写下来，点刀啊，点衣啊，点毒啊，点布啊，点酸啊，点巴啦，然后。点阿嬷，点护心拍，好耶！点灰瓮系列1、2、3、4、5、6、7、8，直接8支武器，好来吧，直接拿桌子打人，好像也蛮狠的。这样算什么类别啊？那我们又要做新类别嘞，新类别。电器，哇，感觉可以直接出一个 BOSS 叫点灰瓮对不对？然后打赢了之后，它就会掉电器，好赞哦，超赞的！我真的很喜欢点灰瓮这首歌，你们没听过可以去听一下，真的超酷的。然后在 KTV 现在点得到，我现在超级开心，我每次去一定会点，我超爱唱。点灰记真的真的，感觉我就是好啦，是不是有机会该来唱？
啊，有机会一定唱。是说我在想5月底可能可以来出个歌回，但是还没5月底，所以你们再等一下。好，耶，我们可以做电器了。好，给它在哪里啊？给它在这里好了。然后我们要给它一个电的。哇，越来越大哎！好，我们先从小的开始，电的电火剂哈，电火剂，电刀啊！你无看过的武器啊？不是，你无看过的电器。好。这个卖多少不知道啊，先随便定。不是有桌子的图吗？桌子哪个像桌子啊？真的没有哎。桌子，那我们就只能用一个。电的吗？这有像电吗？也还好。桌子哦，不然先用这个。好，先用这个代替好了。我再想一下。谢谢火蛇，让你知道现在还没5月底，不错吧？看台长知识，哇，真的耶！现在大家知道现在还没5月底了。感觉被电到就会麻麻的，所以一定是要给麻痹吧？这没办法呢，没什么创意，但一定要给麻痹的，给个12%怎么样？然后它的类别是电器，好怪啊！然后嘞，感觉拿电刀啊，拿桌子打人应该是蛮重的吧？所以你扛着一个桌子战斗，肯定是要减低你的敏捷吧？但是被打到应该很痛哎，应该可以有个20，哇，这好强哦！那应该贵一点，可以加20的攻击这样子。然后它有电属性，之后如果我们有属性伤害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有做属性克制的这种设计的时候，就可以，就你那个有会电的就可以把那个水属性的人电个给这样子。冰的专家有道理耶，冰的专家会使使用。好，电刀啊，太好了，又水一个。好，再来是电椅啊。电椅啊，听起来就是电椅是吗？啊，我应该直接先抠过来哈。我们偷懒电椅啊。会使请对手坐，会使请对手坐看麦。喂，死刑最好用，麦，先不要那么刺激，好不好？好，然后嘞，这可以干嘛？感觉拿椅子打人好像就没那么痛。我们给它攻击低一点好了，然后它也没那么重，所以也不用扣那么多。绿色奇迹不要啦，那个太那个了。感觉心灵上太痛苦了。大家有看过吗？大家有看过《绿色奇迹》吗？好像是算经典吧，算经典的电影，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我好像有点，好像我看的时候好像是蛮久以前，所以我其实忘记里面的细节了。那我怎么感觉他麻痹几率可以再高一点啊？伊啊，根本在对奥修起来，我不知道哎、欸，你爱问电火王呢？我不知道呢。我没有看过电伊亚本体呢，儿童阴影回忆好像也算吼，好像也算。
有没有长得更像椅子的、啊？好像没有哎、没有更像椅子的 icon。那我们就也姑且用这个吧。好啊，没有，现在没有要查字典。好，下一项点读啊，点读啊，感觉可以收东西在里面呢。点读啊，建议卖币底来对。哎，我是不是没改价钱？有，我改价钱。好，点读啊，建议不要躲在里面。好棒的叙述，这感觉更贵呢。不是拿毒啊打人也太痛了吧？但是感觉真的好重，所以他应该会敏捷，应该要扣很多。然后不知道大家去30。边丘确实点毒啊，应该就是自动门的，应该是不用自己把毒啊关起来。是，应该是不用。哇，这我觉得打到不只会麻痹呢，那么重的东西打下去，你可能还会晕呢。你可能同时会晕又会麻，好强哦！这感觉蛮强的，我觉得可以再卖贵一点。好，又水一个，我们还有10个，再做10个装备就可以下班了。好，耶！再来是我期待的电符啊、电线啊、电拔啊，不过会敢用过多电量，自己拍开，感觉蛮有可能的。然后就会很浪费电，然后你那个毒啊来电的物件也没有保护到，也是蛮有可能发生的。好，这个也是电器，点补啊，感觉应该水果类的。刚刚看到一个很适合的，在哪里啊？这个吧。这个是水果吗？这是水果吧？对不对？这长得很水果哎，有没有更好了？我刚好看到一个长得像炸弹的，感觉更好。好，在这里。好，这个好。点补啊，应该也是你没看过的电器，你没看过的电器。不客气哦，我超爱这个，奇怪的台语梗图，不客气啊。建议卖价是这样吗？好啊，这可以干嘛？这怎么感觉应该是消耗品类的？好啦，我们先跳过那个水果类的，点不啊点酸啊点巴拉，感觉是口服的，感觉是吃下去的道具呢。那我们先不要，这个也不能算在装备里面，对不对？不能算在装备里，那我们就先不放进来。点阿嬷，美秀她的歌词是用这个骂、哦，我们还是改成那个台文比较常用。点阿嬷嘛，这种电器，你没有看过的电器？什么鸟鼠？不客气，什么来都有鸟鼠叫鸟气。你没看过的电器会叫你吃饭是怎样？会叫你吃饭。完蛋，又要加班了。嗨，雨空姐，你好，晚安，欢迎你来。我现在又要多做一只装备了。你好啊。阿嬷的头门有电过，真的，那是一种点阿嬷，没有错。说不定现实中有人会拿拔蜡当武器，真的，确实有一种武器叫拔蜡，没有错。哇，点阿嬷会怎样？它会保护你啦，它会听孙，所以它会增加你的防御，好合理哦。然后它也许是魔法阿嬷，所以会加你的魔法攻击。哇，这乱讲一通哎！你看他标题才进来，没有，开玩笑，当然是欢迎大家来。然后每多一个人来，我就可以多做一支武器。喂，金孙嘞，好凶的阿嬷！你说找不到金孙就拿拔蜡扁人，有没有适合阿嬷的图啊？好像没有特别适合阿嬷的图哎。
先放这个代表一下。点阿嬷，点阿嬷，点阿嬷，感觉命中率很低呢。好，点阿嬷的命中率应该蛮低的。什么看到鬼？上看到鬼？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是安怎看到鬼？阿嬷用镜仔笑，太凶了吧？小无乖的孙啊，应该不是。阿嬷拢疼孙，应该是阿嬷会叫爸爸妈妈不要打孙子吧？通常是这样子吧？阿嬷哦，没有啦，不是说看到你像看到鬼啦，只是想说啊，居然还有人来，没有想到还有人来，我看来有做不完的装备，好刺激，大概是这样子的心情。感觉阿嬷会让你每回合吃东西回血，阿嬷会让你补很多血，好强的阿嬷。补25会不会太强啊？好像会耶。那阿嬷要卖很贵哦，阿嬷卖6000块，不要乱卖阿嬷。阿嬷还可以干嘛？阿嬷，哇！老人的智慧会让你那个经验值增加，有阿嬷照顾你，你就可以更专心学习你的战斗经验，所以你会多获得20%的经验值。好强的阿嬷，好强的阿嬷，2万哦，好，阿嬷卖2万，好，点阿嬷2万块，好赞的装备，好怪的装备。好，我们有点阿嬷，再来就是点猴形趴。对，要记得技术。好不容易又做好一只。点猴形趴，苍蝇拍啊，苍蝇拍哪个像苍蝇拍？这个蛮像的。苍蝇拍这个也有点像啊。好啦，无这支啦，这支是苍蝇拍。买阿嬷3万吗？啊，我们2万就好。这个游戏的钱蛮难赚的，我看要存到3万块才能买阿嬷，大家是应该蛮困扰了。点火星趴，也是没看过的电器，没看过的电器。这是晚安加班台吗？对，每一个人讲晚安，我就会加到班。就是你，银白，你让我又要多做一只装备了，谢谢你。好，我们现在要做30只装备。这可以怎样啊？我觉得，如果那个，如果有人想要把那个苍蝇拍改装成电器的话，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一定100发100中打得到吧？好。火力卡帕会掉下杯的，火力卡帕会掉香杯，香杯的动物。好，然后它可以怎样呢？要怎么？等一下 ，debuff 不对。好吧，直接加他的命中率好了啦。好，直接加爆命中率。我可以加班到凌晨，然后传讯息叫银白起床尿尿，太坏了，不行啦，加到凌晨太狠了吧，太狠了。里面装榴弹啊，目前还没有做枪械类的，但等一下可能会做枪吧。因为原本的武器类别里面确实有枪，所以等一下如果不知道做什么，来做个枪吧。Hit rate， 没有，刚才已经加过了。还可以怎么样？
我都没有给到吗？啊，后面这几只没有给到哦，没有，只有阿嬷有，没有，阿嬷没有，阿嬷没有电属性。阿嬷有电属性，阿嬷打出来的攻击是电属性的攻击，给阿嬷一个很强的，给阿嬷一个很强的特效好了。哇，好，高级阿嬷。阿嬷是电器吗？对，阿嬷是电器。怎么感觉猴心趴很想要让他是全体攻击啊？好吧，给他全体攻击，好强，有点强。好，全体攻击，耶，又做好一只了。我们现在，我感觉永远追不上，永远还差10只。装榴弹吗？好，我们先来做个枪，再来做个。这些武器都是只能在武器店买吗？我还在想，就是我目前就是今天这个晚安台之前，我做的其他武器，有一些是比较基本的，是都买得到的，对。但是那个有一些是要在那个18层的，对，就是这里这个18层的地下层里面。的开那个金色箱子才会有的，也有一些是这种只能用这种方式取得的，所以我还在想啊。但是今天这个晚安台做的，可能也有一些会放在什么晚安台专门商店这样子，就是全部集中在一起卖。做篮球命中秒杀好强，命中秒杀好强，消耗品，然后消耗品的话，因为我没有装其他 plugin， 所以。可能比较难实现，我再想一下，我再看一下，或者它可以是道具啦，感觉也可以是道具。好，我们还是先来做枪好了。我决定先来做个枪 ，weapons， 然后枪，不对啊，我应该先抠复制的嘛？不对，我应该先有预设的枪，还是没有？好像没有对不对？是我眼拖吗？对，也没有预设的枪。好，来做个枪吧。枪啊，先从手枪开始，比较小的，然后类比，对，还是枪，然后感觉蛮贵的哦。对啦，水枪，对，好，等一下马上。会使请对手吃土豆，好，对，我也觉得水枪应该是可以怎样？可以让人身上湿湿的，很不舒服，好烂啊，好烂啊！啊，这个显然是枪，好。被枪打，感觉暴击吗？就是你打中要害的话，应该蛮痛的，所以我们应该给他高一点暴击率。暴击 ，critical， 给个25怎么样？啊，我想想啊，就这样吗？好普通哦。感觉打中会很痛好，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好，水枪，水枪。打游戏被露头就秒，会使喷水是不是？会使请对手吃喷水鸡肉饭。喷
喷水鸡肉饭。好，水枪感觉不会很痛我们甚至攻击力应该是负的。好，水枪哦，水枪是不是可以便宜一点啊？什么？给他不赢不喝价？那我们打出去应该是水属性的。不对，不是这个。打出去是水属性的。10块就应该差不多，加一人3秒后抵达战场，不会吧？加一人也是有推荐的鸡肉饭跟不推荐的鸡肉饭。这个我没有评价任何一间，鸡肉饭应该是不会怎样吧？好，那这个应该要给他一个水水的特效。好，就这个。好，水枪。水枪我还能给什么？我知道眼睛进水会不太舒服，就看不到了，好合理哦。所以如果你把它射到眼睛进水的话，就会暂时看不到，真合理。泼水节水桶打中给祝福，目前还没有设计可以打队友的，是也可以，感觉比较像技能嘛，就是打队友，然后给他祝福。好，我觉得水枪做的还不错哦，先这样。等一下，我们是不是都没动到这个数字啊？我已经忘记那个刚刚手枪有没有给嘞。刚刚手枪有给有多算一个吗？会不会不知不觉就少做，不是就多做很多只都没算到啊？算了，没关系，送大家。真的看起来就像在流眼泪，没有，是被水枪打到眼睛，好痛。好，喷完之后就可以问你写考。不对吧？哇，有电锯耶，好酷哦！但目前好像没有这个，感觉世界观有点复杂了。想想啊，榴弹炮吗？榴弹炮好像可以，但榴弹炮台语怎么说啊？算了，之后再来翻，先打中文。榴弹炮，然后打出去，火属性合理吧？然后没钱的世界观根本复杂，什么意思？经费不足，所以世界观也复杂不到哪里去，是不是？好像有道理。你看啊，我想要的是全体攻击。对，全体攻击，然后，等一下我有没有放错啊？现在把它赏出去，对，确实是这样说，没错。我是要给 attack state， 我是前面的都设错了。State， 然后可能会着火吧，好，有可能会烧到人，然后是全体攻击这样子。好，然后特效应该是哪个？这个好炫哦，这好像不错看这个有像。好，就这个，10块太便宜，这感觉可以卖个2000呢。高级武器，榴弹枪，不是榴弹炮，会使请对手吃巴拉。什么为着气氛放火烧机车？什么意思？这个给错了，这应该是 attack state 前面10%。哇！前面很多都弄错了，改一下。但是刚刚那个榴弹炮又做了一个，先自己加一下，不然等下又忘记了啊。
好大，好，没事。啊，麻痹刚刚是20嘛，麻痹20，然后晕眩12，完蛋完蛋。没关系，我晚一点再自己改，算了。好，哇，感觉可以再来一个装甲嘞！好久好像有过一段时间没有做这些饰品类的，我们来做点饰品吧。耳膏跟手指啊呢，耳膏、手指、来，我们要什么样的戒指？加生命值，好普通哦。细命手指，增加生命值，顺便回血。结婚手指，可以耶，可以做那个很贵但是没屁用的戒指，好赞哦！增加生命值，顺便回点血的戒指，然后。可以再贵一点呢。增加生命值加多少嘞？加个120，加个125，好像都蛮少的。好啦，125好了，然后无定要爱挂底尾字在，不一定要挂在无名指，是这样的吗？对，猫猫旋转戒指那个真的好赞哦！大家可以在那个 DC 看，就是猫猫有贴。在我的 DC 可以看到那个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有贴那个乌伊阿姨那只猫的，有人做出来把它做成那个戒指，超酷的。在哪里呀？回血，这里不要回太多好了，回太多感觉好强哦，回个5%。好，又水一个。来拼下班，要进入这个拼可以关播下班的环节。刚刚是说什么？结婚戒指、结婚手指，然后嘞，可以干嘛？结婚戒指可以干嘛？婚戒可以干嘛？婚戒让你想到你有重要的另一半。增加勇气，这样子吗？好棒！哇，可以离婚，有婚戒就可以离婚，好有道理。要先结婚才能离婚，大家学到了吗？谢谢阿轰，谢谢你。还可以加什么？有勇气会怎样？有勇气会以前玩星露谷的结婚戒指超难打造的。星露谷的结婚戒指，我没有玩过星露谷，我只知道它是一个是要种田吗？就是一个种田经营一个就是经营类的游戏，对不对？我的印象如果正确的话。柯南有没有戒指类的装备？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有那个可以把人射到睡着的手表，对吧？好，等一下来做那个。这个好像不错让 TP 增加的比较快。好，我喜欢这个效果。这个给它弱一点，1%。好，我觉得不错。对，麻药手表，又做了一个。都没来种田，都跑去乱跟 NPC 求婚，然后结婚离婚，太好了！这游戏真好玩，也不错啦，好，我们来个麻药手表，感觉蛮赞的。
巴尔丘比尔。射到人的后颈可以让他睡着。后颈可以让他睡着。查克拉装甲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其实对火影也不是很熟悉。想想啊，应该，attack state， 好，可以让人麻痹，不对，是让人睡着。好，让人睡着，感觉蛮强的。拿麻药手表射自己，晚上就不会失眠吗？我要抄下来，太棒了！真的好方便哦。不是，你就直接买安眠药不就好了？不要在那边用麻药射自己，听起来超级危险的，好不好？不要那种来路不明的麻药射自己啦。你好好的去看医生，然后拿那个安眠药，不是比较安全吗？别乱来。好，再做5个，再做5个就可以下班耶。还有什么？我们来看图说故事，看 icon 说故事。体力直接回满，太强了吧？什么道具可以体力直接回满？哦，头巾呢？头巾呢？头巾可以，这是西萨吧？西萨的头巾怎么有点像？西萨。没创意了，没创意了。我来看一下有什么类别比较没在做的。好啊，不然我们来做一只巨无霸超大剑。巨无霸超大剑。巨无霸超大剑，超级大，好像有60公斤。嗨，雨空警，哇，你居然还有第2个账号吗？你好，安，你好，欢迎你来。超级大只，好像有60公斤。对，小大鸡 game， 好，台语就叫这个了，小大鸡耶。那这应该很贵哦。然后因为很大一只，所以攻击力应该很高吧？给它75以示尊重。要打晚安才会计数，不要再计数了，不用下班了，完蛋了。关不了台，太棒了，最喜欢关不了台了。这因为太大只了，所以应该会行动迟缓吧？感觉拿这种超大的剑战斗，应该那个命中率会蛮低的，因为你挥下去的时候，对手根本就可以慢慢躲。我们要给他一个很低的，给他一个很低的命中率。贴档无100公斤，你给他别起来。我想一下怎么加这个限制好了。我想一下怎么样可以限制那个，怎么样可以限制那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才拿得起来这样。不知道不确定，好像那个可能要 plugin 才有办法做那么细节的特殊的设计。好，没关系，先用这个。我想要看有没有什么看起来超炫炮的特效，但好像也没有哦，这可以吗？现在还好。哇，这看起来好炫哦！我没有看到很特别喜欢的。
吧，那我们还是用普通的，比较普通的攻击。有乌闪嘛，有白闪，什么意思？好，小大基剑又多一只，耶！再做4只。拳头用咒力可以打黑闪啊，感觉是像拳套类的吗？会诅咒人的拳套这样子。拳套上一个拳套在哪？这里。但是我们拿个正常一点的，我突然想到，我想要做一个招财戒指。招财吗？我想一下，还是增加经验值的戒指。白闪就是骑奥多拜，家己唔知影咧闪啥，不是咧考试啊会。喂，你不要对那个摔过很多次车的人讲这种话，我会觉得你在针对我。没有啦，我知道没有啦，应该没有吧？让你变得善于学习的戒指。不要戒指好了，聪明茂茂，让你变得善于学习的茂茂。下次去就好搞，好，我相信你，没事，我相信你。好，然后聪明茂茂感觉很有身价哦。然后它可以，怎么样？skill。经验加多少？加50%会不会太强啊？经验双倍会不会太强啊？3倍太强了，双倍好了。好，这个茂茂会让你获得双倍经验，好强啊！好，又做一个。耶，再3个，来，剩3个，大家有没有要许愿的？可以来许愿咯。再不然我先做那个雨空景说的，用咒力可以打黑闪。黑闪是什么？是哪一个作品里面的特殊攻击吗？我赶快来看一下。咒术回战原来如此。黑闪，但是我们时空扭曲吗？太强了吧！那我们可以做个类似的啊，就是很可以打出炫炮技能的拳头吗？好，我们来一个一样是拳套。还有什么种类没做过？等一下来看看。我等一下看一下啊。会使当秃头的无啊？可以遮，不是就这样吗？可以遮秃头的帽子吗？就这样吗？就这样子吗？暗棍，会使把人救杀，可以把人咒杀的拳头，有几率击死，很强吧？这感觉应该叫什么死亡之握呢？好，完了，乱讲话了。这个拳套叫死亡之握。喂，好，不管。哇，完了，又一个晚安，又要多做一只装备了。嗨，烧仙草你好，欢迎你来。我们现在做惯的武器，好刺激啊！死亡之握有几率击死，但是12是不是太高了？给个10吗？他会挥2拳诶，会挥2拳，不要挥2拳好了，他只能挥1拳，但是有10%几率击死，哦，好强！好。然后我们特效也要给他炫炮的死亡特效。
这个有没有超炫？好，太赞了！死亡之握。我们现在做31只，那我们一样还有3只，我们还有3只武器。好，来，还是一样开放许愿，有没有要许愿的？有要许愿的吗？我来看啊，对，猫猫说还有什么种类没做过嘛？我们来看看。防具的话，盾牌都有做纸糊的了，有纸糊的大盾跟纸糊的小盾，然后重装甲还没做，我们还没有做任何的重装甲，但是目前的角色的职业都没有可以穿重装甲的，所以不用太在意装甲的分类啦。但装甲类我们也没做什么没做几种，对不对？我们好像没有做衣服类，有衣服，有1件衣服，只有1件衣服。晚安，斯洛姆，晚安 ，Hello， 32个了，不用下播了，太棒了，这就是晚安台的醍醐味，汉巴郎前来刚一条来口，我喜欢，不是，这可以干嘛？这有什么效果？听起来很有趣，但是要想一下可以干嘛？我想一下，好，然后没做过的匕首有了，剑有了，流星锤好像有，斧头没做，鞭子没做，然后弓箭类也没做，长矛也没做，好。所以明天还在布印是要怎样？对啊，思思，你不是在日本吗？你在日本还千里迢迢来看我的台，真是太感动了。所以我们刚刚说要做什么？我们刚刚有说要做什么吗？好像还没决定哦。斧头还没做斧头，好，来个斧头好了。那你知道我们目前没有一个职业会拿斧头吗？但我们还是可以先做一下。斧头有什么比较酷的斧头？波头，我知波头，波头哪会波头？让你变聪明的斧头，好烂啊！波头那为波头，我们终究还是回到了听力测验啊。猫爪是什么职业的武器？猫爪是那个巫术，就是格斗家跟狸猫 VTuber 的武器。不要问为什么会有狸猫 VTuber， 那个是隐藏彩蛋，但是还要过一阵子才会做。为对手的头拨了去的波头，好狠，好狠哦！好，会让人变聪明的斧头，这也是增加经验的。怎么这么多增加经验的武器啊？是怎样？加太多了吧？加个20，好像就蛮多的。好像20有点小气耶，算了，加个30。有什么角色吗？等一下跟你介绍。我想一下哦，卖多少？560。好，看起来还可以。在破门，好可以拿来破门，好像蛮合理的。好，来看看角色，目前只有4个。对，机兵，嘿，这4个。然后，你刚开游戏的话，只会有2个。好，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刚开游戏的话，只会有机兵跟机兵，然后另外2位角色呢，分别要在2个地方，按到了，分别要在2个，我就给大家看到一点点，分别要在另外2个地方去解锁。那就我应该下一个版本也会加一些就是怎么解锁角色的提示啦。对，像这边就可以解锁机兵，然后上一个版本没有，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接下来的新版本是可以，接下来的新版本是可以解锁记名的。我这边没设好，直接走不进去可以啦，可以走进去啦。
下一个版本可以解锁技名。好，就是这样。刚对的朋友根本才好熊借钱，没有啊，这个游戏是共产主义的，没有在分你我的，那个钱是整队共用的，没有借钱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钱都是队伍的钱。好，波头那为波头，会让人变聪明的斧头啊！我们再做3只就可以下班了。做什么？还可以做什么？好吧，我们来看有什么效果可以玩好了。掉落物2倍，好像不错哎。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给他一个，来看看啊，盾牌吗？还是装饰品？装饰品，然后还会让你的掉落物有2倍。我看一下啊。头巾怎么样？啊，眼镜好像不错哎。永善主义东西给啊，我只是随便讲讲，不用太深入这个话题，没关系。灭霸响指3乘3格，没有，这游戏没有格子的，这游戏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地形跟距离的关系，所以就没有格子可以去安排。我想一下，获得双倍的掉落物。好，总之就是这叫什么眼镜啊？发财眼镜好了。那个眼镜看起来像蛙镜哦，真的完全就是蛙镜哎。好，它是蛙镜，发财蛙镜，不然叫幸运蛙镜好了，幸运蛙镜，然后勉强加一点防御啊，然后它可以给你2倍的掉落物。好，忘记设价钱。嘿啦，收水的目镜啦。好，太好了，再做2只就可以下班了。哇，还可以做什么？我想想，头巾感觉不错哎，头巾。Good luck。让人变认真的头巾。不会啊吗？哦，还真的有像袜子的，有鞋子啦，有鞋子，没有看到袜子，但是有手套，真是不公平的世界，对不对？没有袜子，哇！好，我们还是先头巾。然后头巾不知道怎么讲，还好可以查词典，好方便。就是来表演查字典的。头巾啊，头巾，头部哦，头部好像有道理。哇，头巾很多，好，那个头巾。Good 啊，头巾。让人变 good 啊。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唔知影是什么原理。唔变个 good 的头巾是什么？戴了就不用再努力了，是什么阿姨头？不是。好啦，头，然后 OK，
买多少嘞？不知道。变努力是怎样啊？变努力是动作变快吗？好像有点道理耶。好啦，让他动作变快啦。怎么办？好没创意哦，我还是想要加一点经验呢。感觉变努力了就是会加经验啊。努力学习嘛。好。再加点防御吧。然后不晓得哎。随便加一点数值，一点话过来掏金，就是只会一直喊说我要努力，然后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嘛。你怎么感觉很像我啊？一直说要做什么，然后都做不完。这我，耶！剩一只就可以下班了，希望不要再发生什么意外。剩一个装备，来，看还可以做什么？梅啊味的梅啊！不是梅啊味的梅啊，突然不会讲话。梅啊味的梅啊，好，这个有符合我们这个听力测验的主题，好像可以耶。但是脆安哦，脆安可以干嘛？可以防毒是不是？可以防毒，这是什么 flag 吗？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吗？我想要下班去做委托了。所以下班才是上班吗？关台就可以去做委托了，下班是为了上下一个班。Oh my god， 好可怜哦！怎么那么可怜？没有真的袜子，先拿这个代替一下。现在有进户，我们这边出现喂，梅啊味，应该是胖胖吼。不是，袜子可以干嘛？袜子可以熏对面，是这样的吗？袜子可以熏对手，非常合理吧？袜子，可能袜子会让你跑快一点嘛，对不对？袜子可以熏对手，是这样子吗？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真酸呀，什么意思？啊，研磨晚安，你好。立 flag 成功，又多一个晚安，等一下就可以再做一只装备啦。袜子有香的吗？那刚洗好，然后晾好，有那个太阳晒过的那个臭氧味，应该算香的吧？应该吧？怎么办？没创意了。袜子可以干嘛？让你跑比较快，所以增加回避率吗？大家接受吗？应该可以接受吧。好，我接受，就这样，自己接受，自己讲。好，那再来是研磨的晚安，研磨的这支武器，有人要许愿吗？你讲胖的就是胖的，好。那个闻的人可以决定它是香的还是臭的。如果有些味道是只有你喜欢，但是你对你来说是香的，那也不错，好看图说故事，有没有什么图我们还没用过的？这是裙子吗？还是披风？好像很像披风哎。然后 tutor， 然后还有什么？米糕啊？还有什么？哇，背包哎，背包可以干嘛？背包好像不能干嘛？鼓哎，感觉战鼓好像不错哎，但是可以干嘛？啊，算了，不然我们来一个减少那个释放法术的法力消耗好了，看一下在哪里啊 ？Skill 不是。哦，确实，袜子好像确实可以拿来在紧急情况下滤水用，对不对？好像确实是可以，但是应该是直接拿没用过的袜子比较好吧？
MP cost 可以直接降低法力消耗，很不错哦。感觉应该做成有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在听，真的我没听过哎。好，有机会看看，有机会一定看看。智慧手环听起来好像智慧型手表那种智慧手环哦，但不是，感觉都叫智慧，好像没什么创意耶。廉价手环，廉价是让你的法术变便宜。手环本身其实很贵。干跳哦，我喜欢干跳秋款，我觉得这个名字赞诶。电影改编也很奇怪，真的假的？好酷哦！好，我有机会再去找来看看。干跳秋款，直接减低法力消耗，想必是蛮干跳的。好，然后感觉可以卖贵一点嘛，都蛮强的。好，然后直接把你的法术怕减，直接打6折，哇，好强，好无耻！加100 MP 好像太多了，加个不知道，加个20，随便加一加，随便加一加。然后它应该算装饰品。直接把法力消耗打6折，还真的蛮干跳的。好，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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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完成33件，耶耶！可以下班啦，可以下班啦！记得存档。好，存档，一切美好，一切美好，一切美好。好谢谢大家今天来。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晚安台还蛮顺利的嘛，我觉得还蛮顺利的，收集到33个晚安，然后做了33只装备，对，应该还不错，还蛮多的。好，那接下来这礼拜最后一次就是开这一次了啦，然后再来大家就是等我新的手表，然后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不方便开台，但是就是我应该会有一些时间可以剪片，没意外的话，我应该会有时间可以剪片。所以可以的话，我的打算就是把 RPG Maker 这个游戏就自己做一些进度做一做，然后看应该可以做下一个，就是应该可以放出下一个版本给大家玩了。希望我效率有那么快，因为我最近不小心又接到一些委托，所以其实有一点剪不完。但是如果我时间够的话，我尽量再推一个版本出来给大家玩，然后。当然有做新版本的话，就会有那个 Devlog 第2集就会出来。那有出来的话，也请大家多帮我看看，不然不然 po 影片看的人都比较少，有点难过。好，就是这样。那谢谢大家今天来，谢谢大家今天来跟我说晚安，然后就也谢谢猫猫抖内600块，因为我今天不小心600订啦，好开心，太棒了，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看到我破600订，604，好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啦，那就这样啦，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拜拜，谢谢大家。